話說之前學校牙科講座提到，小朋友6至7歲生齊第一粒臼齒，最好把握時機做窩溝封閉，可以有效防蛀牙。但在香港牙科診所一問，單顆要港幣800至1200，如果做齊4顆大臼齒，一個小朋友就要港幣4800元，兩個加埋真係好金好彩。有朋友介紹深圳福田一間新開嘅牙科中心，專做牙貼面、矯正、洗牙，原來也有做小朋友窩溝封閉，收費好親民，普通物料80人民幣每顆，進口物料120每顆，比起香港真係平好多。佢哋南山有分店專做小朋友牙科，但我見呢間新開，最後揀咗福田呢間診所，環境好開陽光猛，我哋約咗平日上去都已經好多人，好受歡迎。登記後姑娘好細心，大哥哥同妹妹做 CT 檢查，有溫柔指導點配合，小朋友完全無驚。等緊嘅時候我仲周圍參觀下，地方真係好大好舒服，感覺乾淨專業。到檢查時，醫生讚哥哥牙齒刷得乾淨，無蛀牙，保持得好好。妹妹就有2隻蛀牙，不過早前學校已經補過，今次就同佢做3顆窩溝封閉，因為有1隻臼齒未完全長出，醫生建議遲啲生齊再補做。好老實，治療過程好簡單：1. 清洗牙面；2. 深層清潔窩溝位；3. 注入牙科樹脂物料；4. 照燈凝固完成。成個過程半個鐘左右。小朋友話一點都唔痛，似玩遊戲多過睇牙醫。對我來講，最大安心係細路仔刷牙未必刷得徹徹底底，做咗窩溝封閉，起碼減少大臼齒藏污納垢嘅機會，防蛀效果真係好好多。如果都有家長想同小朋友做，可以參考下，記得要等第一大臼齒完整生出先做得，同埋建議預約早段的時間，晏晝好大機會要等好耐。想深入再了解清楚流程同資料就留言啦。